请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今日村民太妃来到南投国乡，顶上看客家新闻的详情，对亚只个应该冇会上手哦。现在俺哋顶上会报讲，亚只个有河巴啥来承担嘅，嗰一阵咪来请河巴嘅，嗰一阵咪有啥来承担，又来请河巴喎。亚个国乡顶上会讲到，如系一条北港海。也三个季节，糯米橋都係欠過一條海嘅。喺舊年過後呢，北港海也個山來承擔，韓國呢也河啱嘛橋段因本水因個安尼嘅情形，因來因厲害嘅喲。韓國也個沙沙茶睇過相來來去去，對鄉親呢生命財產安全也造成幾大嘅影響。今日我哋都會來談也個鄉親嘅心聲，韓國澳門主管機關也多帶安用嚟意見，然後馬上去到我哋嘅節目現場。開會了！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村民太妃》。村民太妃今日來到南投國鄉，我哋要討論的呢，都係在地鄉親非常關心同一個河壩疏通有關，韓國沙沙茶過上過下嘅問題哦。非常感謝安多鄉親來到亞只嘅同我哋傾下來討論，接下來路屯大家小姐今日的來賓，先來小姐嘅係水利署的曹華平總工程師。大家好，謝謝。接下來係立法委員馬文君委員。現場的咱所有鄉親好朋友，大家好，謝謝。接下來是南投縣公務處的簡玉敏處長，大家早，謝謝。謝謝三位來賓。接下來呢，我哋錄先來看我哋記者所做嘅整理報道，個多種來討論。喺南投縣內嘅北港海係對2596公尺安高嘅河帆山路嘅，喺高山縣嘅河壩流過嘅淺度嘅過山，舊年過後國土鬆通，河壩嘅沙沙建屯建高，已經係北港海嘅老問題嘅。不過對水利單位嘅治水計劃，地方實踐唔認同。它是100年的洪水計劃，河底不徹底的改善啊，只叫橋梁一直升高啊。那你橋梁升高，兩岸的居民要叫它怎麼升高啊？水位升高就做過行下高嘅新橋，河壩清過以後，沙沙就對喺河壩順風。居民經過也嘅是在摩擦公價錢，做了400咧，你話佢錢嘅方法都唔錯啊！沙沙那佢錢都變成用電，電気太水就將來送到太極村、老石門村嗰邊度電。生意做高天啊，百姓嘅納稅錢啊亂搞啊！聽前河壩沙唔留沙沙再走，沙沙喺河壩順建屯建高，北港海做太水嘅問題因來因嚴重，上節嘅問題冇解決，連帶下節嘛出問題。台北我都買時3條錢了，你一破到2條，存到1條錢了，你落去清洗都破起來了。去年做太水淹到了，我用粉末8個萬呢，農種水界講撳政府賠啊，政府我哋填錢講，對所轉都唔限呢，咁有可能就賠我哋安尼。你錢哦，而家江條看到哦，而家錢都冇錢拿啦，嗰片行熱孔哦，喺橋孔哦，冇錢可嚟，啊像咧颱風期間哦，咧流水斷面冇啦吼，可影響咧河邊兩岸嘅居民嘅安全啊。北港海對嘅淺度嘅沙沙，嗰部將河壩水不得不流到別嘅地方去，睇水嚟就會總塊地方行過橋墩，喺最下節，北港海行過烏海高飛嘅國鄉橋，基礎固然都走出來強嘅見度大嘅危險看現象。一說講雙節嚇，做到講田嗰大已經流到咧木來，因為有6-7村嘅安尼村民，高架橋啊，因為下面都掏空啦，所以你河壩你冇樹墩鐵頭做唔得。北港海順風期嘅總頭嘅居民真希望，水利單位做得關鍵後沙沙再走，版本鄉民以嚟做得安全立命嘅環境。好，我哋頭頭看到嘅記者嘅整理報道，接下來呢，想要透過一個地圖哦，幫鄉親個了解一些，因為也唔係講大家如果了解我哋南投國鄉嘅一個情形哦，也規個係國鄉鄉，好，我哋主要今日討論如何一條北港海一個淺藍色嘅北港海，流到差唔多一個到國鄉、甘霖還有富貴一隻嘅話。
有遐个三角水会变做雾海嘛吼，最主要都系一条流域，啊，伊会影响到我看到按道嘅村哦吼，啊还有呢，俺哋底下会讲到讲，比如讲，嗰度向前提正义讲，家都带有树墩、有树图、有青河巴冇，还个青河巴。前呢，因为我二夫公弄起对亚提河巴两片吼，某一天嘅两片河巴绳，啊弄唔查走，还个呢有两条口嘅，提一个过乡口，还个复兴口，也系你看头一三三啊，台二十二线啊，如去采地非常重要嘅一个交通要道哦。哎呀，这个一口呢，其实也系山内存在啊，非常厉害。今日如何二来讨论一个采地乡亲最关心的话题？俺哋马上呢，如去先来抢俺哋采地乡亲，同大家来解释吼，伊哋拄到的问题形容呢，代表同俺哋讲一下。嘿，你沙沙吼，弟弟啊，你石门村改片吼，该。每年拢要沙沙要囤积啲钙片啦吼，啊，因你掠派都无人去较送免当来吼，用啲河巴亮片啦，用啲河巴亮片底下水日来冲到太大旗桥钙片去啊，大旗桥就满位了，满位了就满起来就封桥了，造成我们的生活不便了哈。啊，不但这样啊，那我们大旗村那边比较低洼的住户啊，全部满水位啊。啊，如果政府没有在重视的话，曾经我有请教河川局长，局长说那个沙石放在两边就要给它冲来冲去啊，那个村民没有办法交代啊，那个冲来冲去，你没有住在河边啦，有住在河边你就知道冲来冲去你有多危险啦，是吧？这个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啊。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那个三河局范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真的听到很多在地乡亲，他对这一点真的是很狐疑，就是为什么清了，好像有清了我们说河巴，清了河川，但是沙石为什么不运走？为什么要堆在旁边？那他们就会质疑说，那个大水来了，又一样冲到河里啦，为什么不清？那还有一个就是我昨天有上水利署那个水利规划试验所网站，那有那个历年的计划报告，里面有一个北港西治理规划检讨，是去年1月28号发布的，可是我点进去是空的，所以可不可以也请局长也一起跟我们说，就是北港西其实84年就开始嘛，就是有治理的计划，那现在大概对北港西治理的想象是什么？这样就这两个问题。河川局绝对不会让沙石冲来冲去的哈，可能有误解了哈。我们是有疏浚也有河道整理哈，就是河道整理的部分，可能民众会认为说那个是疏浚，好，所以疏浚民众的反应，这个有必要疏浚的地方，一定是需要疏浚的。那所谓河道整理呢，是因为有一些河川在凹岸跟凸岸凸岸的地方这个。我们的沙石会淤积，凹岸的地方沙石会充实，但是我们为了让这个整个河道的平衡，所以会有把沙石有一些小部分的移动并不是说不疏浚。那民众提议的疏浚的部分，其实我们跟县政府这一边会来评估哪一个河段需要疏浚，并不是说北港溪都不需要疏浚。这个是我先就这个疏浚的观念跟各位报告一下。局长，疏浚呢，要不要疏浚是大概多久会规划一次？还是说民众反映了，我们再来计划？疏浚这个部分其实民众反映我们会纳入这个整个评估，但是我们河川局会在每一年或是每2年做这个测量，大断面的测量，就是河道每一个断面我们会来监控它是不是有淤积。好，那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有些部分是因为桥梁的高度不足，这个也是需要来改建。所以疏浚跟桥梁的改建，我们会跟公路单位呢做一个检讨来做这个评估。那你疏浚如果某一个部分局部疏浚会把上游的沙石再带到这个地方，还是会淤积在这个地方。那可能上游的桥梁有的部分会裸露。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有一些河川局来评估，当然民众的意见我们一定会特别的重视来做这个规划跟参考。我们局部的地方要不要疏浚，每年都可以随时来评估，但是呢是希望在旱季的时候疏浚啦，因为你如果在台风季节的时候疏浚呢，很多河床的变道很快就被冲掉了所以
我们是利用这个5月到11月的这个部分呢，来做尽量这个期间做评估哦。那11月到隔年的5月来做疏浚，这个是我们希望这样做。好，谢谢。那我想要请问委员哦，就是您听三合局这样说啊，跟您在地的了解，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觉得其实是大家不同意见？因为乡亲看到我家门前就是有沙子，我就是很希望清掉。那您自己的体验是怎么样呢？就因为所有的民众没有办法理解说，在我的门前或者在我居住的附近，我的河川淤积都已经这么高了，为什么不清疏？刚刚局长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下面，因为它整个就是泥沙的淤积，其实它都从上游带下来。它有些你在下面挖，其实它可能流得更快。当初我们可能有些区域可能也是有这样的考量。不过我们更希望，因为其实政府这个要做通盘的检讨，因为在上游怎么样做整治，我们每年我们编了这么多的治水预算，我们也希望这个你说中上游的层的一些整合，怎么样让上游可以让沙石的流失减缓，然后下游做怎么样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跟咱今仔日吼，咱所有的居民所诉求的，因为我伫遮，你只要若落大雨，我遮就淹水，他们不能接受，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专业的判断跟评量，其实都没有办法照顾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的责任。所以你这个部分要让克服刚刚局长所提到的，好，咱面顶咱嘛袂使讲因为下骹一直甲挖叮当甲清疏，然后造成上面可能裸露或者它冲刷下来的沙石更多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要尽速，因为这个已经谈很久了。那我们编了那么多的预算，好几百亿，怎么样做一个有效的治理？我觉得这个才可以给民众一个好的交代。好，谢谢。接下来就请问我们曹总工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民众跟我们专业的单位，其实常常想象是差蛮多的。那其实在地乡亲很常会觉得说，为什么一直来会勘，一直来评估，可是都没有，在他们感觉可能是没有一个很整体的一个规划。我们在89年公告了北港溪的一个治理基本计划之后，我们在2年前也开始做一个这个计划的一个检讨。那在检讨当中，就针对我们过去经过了10几年河道的变迁，我们需要改建，我们需要再倾听地方给我们的意见，那做一个检讨。特别是我们在今年大概这个检讨报告就是会出炉。当然会正式出来以前我们至少会开过1次的地方说明会，1到2次也会届时会邀请地方的乡亲、各级民意代表、各相关的单位来给我们大家共襄盛举共同的来提出个意见，希望我们北港溪在今年出来的治理规划检讨能够更美好。接下来就要请问的是我们南投县公务处的简处长就是我们这几天其实听到在地乡亲他们会很疑惑是国姓这边并没有把砂石清走，那为什么砂石车还是来来去去？当然砂石车这个部分我们待会还会详细来讨论。我是想先问说，乡亲很疑惑，为什么仁爱乡一直有砂石清出来，国姓却没有砂石清出去？那如果国姓要自己来清是可以的吗？其实这是很多乡亲他们的疑惑，说为什么仁爱乡可以清，我们国姓乡不能清？那这个部分目前是仁爱公所在办理。那仁爱公所在办理疏浚，当然会也需要，因为它要清疏的一个对外的通行道路会经过我们国姓这相关的，这对当地的一个交通冲击蛮大的。可是它又是分属2个不同的一个行政单位一个是，所以当初其实在中原桥上游淤积的情形是也蛮严重的了。当初其实我们在跟我们三合局这边来，其实我们在101年就有跟三合局来申请梅园桥下游这一段的一个疏浚。那同时我们也计划一并将那个中原桥这个上游，因为它2个地点是同样是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是当初计划是2个位置一起来办
哦，到时候我们办的，我们会去处理道路的问题，甚至我们原来都有计划，我们有河床变道，这个都需要一些成本，然后并在里面去做，然后把那个对当地的交通影响要降低了哈。那可是今天是，仁爱公所这一边他就很蛮积极的啦，想要办理这个疏浚，他就直接跟那个水保局那边来直接申请许可啦，所以水保局那边也准他们了，所以他们就直接办理。那我们也告诉他们公所这一边，希望他道路交通重启部分，必须要跟我们国信这边来协调。不过这个部分显然这个部分可能对大家的一个期望有一点落差啦。局长，要不要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乡亲的这个疑惑，就是国姓乡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清？因为乡亲真的很疑惑，对不对？郭董引来我们马公，我们国姓为什么不能来疏浚呢？那您是不是有提到说其实是有申请的？好，那个跟各位乡亲说明哦，疏浚并不是说仁爱可以疏，国姓不能疏了哈。那但是就是说我刚刚有讲过，一条河川哦，它适不适合疏浚哦？其实我们总工程师也提到，这个规划报告很重要哈，它是我们整个不管是工程的手段或是疏浚的手段哦，它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仁爱乡疏浚的部分是在治理界点的上游，所谓治理界点，其实就不用讲那么多，它是水保局负责的区域哈。那它跟水保局申请疏浚，它比较在上游。那下游国姓的这一边呢，我刚刚有提到说，并不是不能疏，我们会来评估。那公所或是县府认为哪一段有需要疏，也可以提出他们的构想给我们。那我们会开一个会来检讨是不是符合这个疏浚的必要。好，谢谢。下轮我们开放向前，好唔？谈嘅差不多，我们20分钟，一个主管机关啊，伊的讲法。我们谈嘅跟我讲，有谈什么？也算讲，我谈唔识到，我很想要提出乜嘅意见，而请伊来回答呗，有冇？南港西和那个北港西的那个交处那边哈，那边停了很多的沙石，一堆很多沙石在那边。我说那时候说要建议说要疏浚，但是这说这河坝吼，因为个板桥哦，因为个大厦都掏空了。所以讲假年的都无做，你阿讲局长讲做的钱哦，用百元多啲啊，头假年还无钱，个桥已经要坏了咧。桥做嚟讲可能个相片嗰啲哦，相啊有啲单位啊，安尼啲国家社会啲国家电视台啊有翕相。佢做嚟讲桥墩做嚟讲真系掏空一个咧。你讲嘅迄国乡桥嘅，国乡桥嘅参，咁啊个桥，假如讲啊，本来讲有做咁啊，嗰啲雕嘅噃，水鸟嗰啲雕嘅嗰啲，雕嘅用個平時嘅，保護社會嘅用做嚟錢，因為個雕嘅較重要嘅，安尼嘅，安人民嘅嗰啲財產，也生命較要緊，我都想喎。北港溪的尾巴那里有个叫大岩溪哈，这一边它从这边水跑这样这边来哈，他们怎么弄呢？那一边的沙石用那个卡车载到这边来放着，那个没有用了，再来旁边放没有用，大雨一来的时候也是在刮过去这样了。有机会你们那河川局的那个你到那大岩溪那里去看。你们这样做，说用给他用那个卡车石头的卡车再过来这边放，那一边没有水，水跑从这边来，做一该大水都叫老了了，所以讲放两边不行了，一定要再走。刚才我们那个国信村长讲了，甘子你那个前面那个那一边这么大堆不收了，好几年了啦，你这边桥一直在冲了。马上就冲坏了。因咧后背个集水区动发啦，因咧集水区动发的时候你安尼沙石的个河川的清淤来保持个疏浚的工厂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哋未来建议希唔希讲因我成立一个沙石专用道啦，有地位用河床，有地位都用路面，你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系经年累月的事情啦另外你若成立那个沙石专用道之后假日的时候
亚的沙石专用道可以发展绿美化、发展观光，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国姓乡的观光产业，这是一举两得的部分啦。啊，另外吼，俺们府就讲，你安尼沙石那个河川区域哦是一体的啦，所以唔得分讲吼，我闽南的水波区下晡都河川区，安尼吼，我感觉迄唔好。样讲呢，唔讲闽南的前路好势好势，啊，因咧湖心桥，因为都安尼水都淹过个桥面，失败又失败，也个带附近的村民吼，去安样甲晒，河川都太水落去，都皮皮擦的。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业者哈，在那个发包那个河川区域的时候哈，一定要做好配套措施啦。你如何要约束你的承揽的厂商？你砂石清运对你的当地的居民是有生命财产的保障也很重要，但是你在清运的过程，我们国姓乡的乡民何其无辜啊！每天那个砂石叮叮空空的这样过去，路面弄坏了也不补，对不对？啊，规定6点到下午6点，啊，你有时候又偷跑，那这个我们怎么办？那个砂石那坑坑洞洞，那发生车祸又怎么办？你们也好好要求那个业主。这个砂石呢，这个河川呢，已经这个河川的水位呢，已经超过2田，已经危害到我们社区的民众的房屋的安全，所以说尽快要来疏浚的是我们国姓乡公所，为了整个国姓的乡民来做一个扶植。刚才长官有讲到说，这个疏浚工程呢，有时候是要考量很多的问题，把它划成2边。其实我不予苟同啦，因为101年的时候，那个水长流系的水系哈，有一个长春桥哈的上游一点点到50公尺，已经崩塌了。就是你们把两边的石头都堆到2边。然后水不是听你们的，是他自己流的，所以说变成上面的那个崩塌啊，今年好像国姓乡公所发包1900多万，还要被砍，还要因为这样的工程还要被砍的时候，到时候还是更严重，因为上面还有一个妈祖庙是非常严重我们的地方信仰中心了哈，所以说等一下那个河川局局长哈，今天有来的话，顺便哈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俺哋今仔看到亚洲迄国香桥，吼，唔看到亚底下桥墩路已经宽险险的吼，其实看无嘛出，也本单当国可能迄对呀吼，也底下路本来看唔到的，更加路宽险险的，底路看得到的。故说对乡亲来讲，迄非常受利的，迄非常紧张的，因为唔伫某个时间也桥的我团黑吼。以前讲神像就是那个沙洲说国姓桥那边，想要把它清掉，有申请，但是那个时候据乡亲说本来准了，但是好像有爱鸟人士说，那边有白鹭鸶要保护，所以就是没有清。那我们昨天有去看，记者之前有去看，然后还有那个村长啊乡亲说，现在好像只看得到1只，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样还有东西要保护吗？这样，那他们也会觉得说，那个沙洲以前是水路，那现在有没有可能让它再变回水路，把那个沙洲清掉呢？我们总工，你有过去那边看过吗？您知道状况，那您要不要为我们观众解答一下？我们国姓桥那一块啊，那一块沙洲啊，事实上由来很久了。我大概10几20年前了，走过北港溪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注意到那个沙洲，的确那个沙洲是非常多的白鹭。在我印象中非常多的白鹭，而且它存在非常久，那表示啊，它的稳定是有相当的一个年代，但是啊，这个河川就诚如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北港溪流域面积这么大，535平方公里，它10年河东10年河西，它的水量大，它的砂石量也大，所以经常会做一个变迁，所以对于已经稳定很久的沙洲啊，我们一定要详细的评估。不是说不可以疏，是可以，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层次的
要有顺序的，甚至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来做最后的一个评估。因为在这段期间，在几年前也有听过这个声音，希望能够赶快输掉那一块，那一块刚好也是我们北港溪、南港溪汇合的一个地方等于是我们一个河川的一个护地，也是一个缓冲的一个地带我特别也提到，我们河川治理是尊重自然，也希望恢复自然，在这种安全第一在维持自然之下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最大的努力来做最后的一个处理。好，谢谢。委员，您要不要回应一下？就是其实像刚刚总共有提到，其实很多乡亲他们几年前就提过了这个。那其实对疏浚或者是河川治理，会感觉说很多地方真的都要评估。那你排那个顺序就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那您看呢？我要求在2个礼拜之内，是不是我们先到我们沿线就是国姓乡境内，我们有很多的河段，我们有很多的区域，我们先来做一次现场的会勘，然后回去再做因为你如果说专业的人员，我们河川局一起共同来会勘的时候，看看什么地方是有必要的，然后再去做整体的考量。我觉得这样应该是顺序会比较恰当，因为现在汛期已经来了，大家也会很担心。如果不适宜疏浚的，是不是在河道整理的部分可以做立即的处理？这个可能也可以让民众有一个交代。那接下来请问简处长就是您听到乡亲这样心声，尤其是其实刚刚也说到，就是在汛期我们不太可能做比较大的一些疏浚工程。那现在台风季节快到了，那在地可以做什么样子的补强呢？我想其实刚才大家提到的像国姓桥。这里刚好是南北港溪还有无锡这个一个汇流口大家会针对这里认为要去做一个河道的整理或者是疏浚那其实就是已经看到像刚才画面上看到的那个，大家看到那个原来有的桥墩的基础已经裸露，那它是因河道冲刷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才会去提到说这个位置的水流其实应该要做一个处理。所以才会想到说，那为什么水流会冲击我们原有的国姓桥？那当然最直接的就是淤积的这个沙洲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其实也跟地方一样，因为它有很清楚的一个保护对象，所以才会急着说这个部分应该也认为来做一个疏浚了。当然可能这个部分我们在99年，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乡亲提的那。当然，县政府可能也不是主管单位啦。那我们有一个资该科，所以我们就是由我们资该科这边来，依照这个相关的程序规定来跟河川局来申请这个地方的疏浚。99年我们申请，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像刚才我们水利署长官有提到了，他们也比较慎重了，要去评估这个到底适不适合要疏浚啊。当初其实也有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来做一个勘察，不过他们认为是说只是要做一个整理而已，不希望做一个外运的。那当然，这个是纯粹工程部分。那假使是这样的话，那因为县政府本身我们没有相关的财源可以去直接办这样的，所以也在这里就是说，如果这个专家学者这边来判定，这里其实也有一个保护对象，所以针对这个沙洲的部分，是否可以来做严厉的？当然，这个相关的一个桥梁单位的道路主管单位也是在我们县政府，因为这一条是133线，从公路局已经移拨由县政府来管理所以这个部分桥墩的这个保护的部分，我们会严厉来处理。那现在就是说，它目前都还算是安全的啦因为它的下面它有基桩，不过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说它的冲刷继续经常性的。对我们的桥梁的基础做一个冲刷，所以当初的上面的保护工都已经损坏掉了，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可能公部门部分可能必须要来合作一起来处理这个部分。现在就是把桥的基桩把它补强，是不是？对，这个部分我们有在了解，因为当初以前是公路局的时候它施设的，那从去年之后就移管由县政府来做一个接管，它是属县道，我们133线，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由我们聘请相关的技术部门在做那个桥梁检测，所以这个部分结果出来，我们会
依照优先顺序来做处理。好，谢谢。俺所都讲到的迄过乡桥的部分哦，等一下俺还要继续向高档个来讲复兴桥，也要本大家看一个现场的状况，俺准备一下高多种来村民台飞的现场。村民台飞今日来到南投国乡，俺哋讲嘅係北港海，也個沙內村帶問題，韓國沙沙茶嘅問題，多講到係過鄉橋，更加講高檔個復興橋，其實也係哦，大家也可以想講，太水期內呢，也好把水路嘅鋪高啱哦，鋪高太橋，故所大家也可以想，俺哋馬上也來開放詳情來表態意見，好冇？因為仁愛鄉公所他們也很有能力，他們為了他們的地方百姓，他們很有能力去。水保局那边争取到他们那个清疏浚的那个工程哈，但是他们这样长期这样下来，都是影响到整个我们国姓乡的乡民的交通、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说尤其是道路的损坏也是很严重。那仁爱乡公所这边从来就不理会我们国姓乡公所这边的意见，好，只是派一些人员来应付一下这样子，那根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尤其我们希望县政府也能够介入哈，因为这是水保局给仁爱乡公所发包的工程，我们国姓乡的乡公所这边也很无力感，那我们国姓乡的乡亲居民真的都已经很厌恶了，我们几乎要发动就是要把围路了啦，整个路大概就打算都把它挡掉，不让他们走了。因为他们有公路局的台21线可以走嘛，干嘛一定要走我们国姓乡的那个街道了？那我们的村民、我们的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很受威胁。希望针对这个部分先讨论一下。沙石车的破坏吼，这个破坏对阮来讲吼，是造成阮村民的心痛，你知无？火川局你要疏浚，这是应当的。但是伫这个生态内底，咱去评估就是讲做，大家拢爱共存嘛，对无？你讲做这溪会挨着这有爱疏，但是你挨着，你也看卖这个车来道路够歹去。阮这拢老岁的人，出门要来穿，你拢骑电动车，细台也噗噗叫。迄沙石车较大台，一届连的20台哦，头尾一台20台，你叫阮是要安怎行啦？阮若要出一个门来沙石车吼，超载。超速，恁甲伊控制，对无？煞咧吼，你也看，阮规路袂输吼，敢若我讲阮每一桩吼，规个拢做灰尘啦。请问啦，水保局你要拨一个经费来咱清济无？生态嘛，对咧，保持生态平衡啊，对无？你若讲做为着恁好，大家好，啊无顾着阮这百姓才会生存对无？你毋是讲做一工几台哦？你一工你。我遐有监视器，我放互恁看卖咧，看一工偌济沙石车，迄已经吼做沦陷啦，你知道？叫做阮北港溪可耻。我有保障这游览车，上惊是啥物？沙石车呀，一届20台无打紧，伊正超车，他不管你怎么走，伊无管你，直直超，咱做一个村民桥倒歹，看来来，咱要闪已经闪无路呀，伊嘛砰就过啊。上届无做就是安怎？一个岔路啊，砰砰砰砰，老岁仔惊着无？叫问一下，哦，迄若毋准若报着，谁要负责？做到伤害谁要负责？对吧？我甚至我做溪部的，我走2点，我去甲统计，一工沙石车安尼出安尼入，吼，安尼一工几纸？恁要着无？恁要着无？1200几纸。我做溪部的，我安尼叫遐算。哦，你安尼有心吗？我是讲，我这要问讲，咱这个有关单位吼，是不是应该个做一个重要改进、甲检讨？上个月还有我们那个北港村的那个飘香有一条岔路，经过惠生林场那个岔路有一个
阳性那个有伤仔了哈啊，那一次我有参加供电啊，结果我们的砂石车真的，我们的北港分驻所的警员也有派员去那里处理，但是我们的砂石车哦很阿爸哦，很霸道了哈，人家商家要送那个往生者要出门，结果他们都不停啊，不听指挥，然后乡亲去请他们说，你们能不能说延续一下时间，让人家这个丧礼完成？结果他们是按着喇叭不放，叫我们闪，那我们怎么闪呢？我们的灵车怎么闪呢？哦，这个真的是很欺负我们国姓乡民啊！我们本来国姓乡是好山好水，现在是好多砂石车哦，啊，这个不应该让我们国姓乡民去承受哦。应该仁爱乡公所你们要处理了哈，不要再踢皮球啊，不要老是派那个约雇的技师来啊，那个不能代表什么啦，那个只是拖时间而已啦，一来一往的公文哈，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什么啦，哦啊，不要把国姓乡民当傻瓜哦。谢谢谢谢，俺来沙哈蕊路，接下来就请相关的单位回应，也很感谢仁爱乡公所秘书也来到现场。那你也听到，其实乡亲真的很多怨言。那您这边刚刚代表有说，其实也有协调过好多次，但是好像没有改善。您是不是回应一下？这个清淤也好，河床整治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厂商是否能够遵照契约的规定，这个落实的工作。那么我跟各位乡亲说声抱歉，在这一环节上面，我们真的做得不好。我们要求他什么时间清运，那么每一部车距离要200公尺，进入市区要30，车速要降为30，但是显然这一些承包商都没有去落实，所以我们在内部在参加的几次我们国姓乡公所所召集的会议以后，我们内部已经做成一个决议。厂商方才我们有一位代表吧，他有这个录影。我希望将来我们每一周我们来这边截取录影的，希望你们提供我们录影的。除了我们派员来监视以外，我们希望你们将你们截取的这个录影给我们，我们会落实扣点，一直扣到厂商无利可图。另外呢，这个承包厂商呢，他们按照规定，他们必须要缴交景观维护税。这个景观维护税当然是县政府那边来收的，但是我们为了说让他污染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目标，所以我们内部也做成了决议，我们下一批标售的时候，污染者他要付费，我们每一方要课征，县府就是一半，他20，我们这边是10块钱，10块钱，这10块钱所扣的钱全数拓列预算，以请我们这个国姓乡公所来代为去处理代为执行道路的补修，还有设施的维护，乃至于我们透过预算的方式来对我们所受害的这个沿线的这些村然后呢做一些实质的回馈。秘书，请问一下，就是砂石车只能走头133吗？就刚刚有乡亲问，不能走台21？我继续的补充方才我们也有长官提到，是不是有一个河川变道的方式？那么长期而言，刚刚我所说的是短期之内我们能够做的部分。那么长期来讲，最好是有河川变道，或者甚至我们可以规划，尽量不要再经过我们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也许他们路程要绕远一点，但是这是必要成本。它可以要绕到21线。这个现在不能就马上改吗？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因为每一个堆置的地点不尽相同。谢谢，谢谢各位，谢谢。那接下来是不是请我们县府，我们可以回应一下，就是听到乡亲的心声，还有因为砂石车其实你不管在哪个乡都是发生一样的问题，因为乡公所其实人力就是不够，那你要去真的去抓去记点，其实有一点缓不济急。那有没有可能刚刚乡亲提做变道？或者说他绕远路，县这边可以怎么做呢？现在目前处理的部分，我们要避开这个我们市区道路这个部分，我们要让砂石车去施设变道，所以我们在目前的规划是从大概可行的是从那个过了福金桥直接往河床走，然后有一条变道就直接通到那个玉乐桥这边，大概有4点多公里。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说，交通冲击一定会有交通冲击，可是我们如何来把交通冲击这个部分减到最低啦？河床变道已经确定要做了。是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做疏浚要开始可以疏浚运输之前，必须要先把河床变道先做好，做好之后，这个交通冲击，我跟各位乡亲报告，交通冲击一定会，可是主政单位一定要想办法去降低啊。哦，不管要求或者是做变道啊，当然这个成本也是会记在整个的疏浚计划里面。好，谢谢。那请委员回应。我刚刚本来是想要请教河川局，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发包疏浚的时候，这个对违规的部分是有一些规范。如果像砂石车，因为大家有录到影嘛，如果他违规2次以后，是不是可以拒绝再用这一台砂石车？因为它来自不同的地方，它有的可能是挖行有的可能是根本不是厂商自己的砂石车。所以如果是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要求这个车牌的砂石车不可以在就是如果更严重的话，它甚至在疏浚的这个工程上面都不可以执行，这样有困难吗？那个委员这个建议哦是可以执行的啦哈。因为既然警力不足，既然我们行政单位的人力不足，我们希望各位乡亲大家一起来。恁啦，因为咱即马弄作方便呢，行车记录器啦、你的监视器啦，各方面都可以录影的话，我们就提供给相关单位，比如说仁爱乡公所，比如说未来我们可能有其他的单位，县政府也好，河川局也好，大家在执行这个部分，我们就提出来。如果他违规，我们严格要求他一定要处理，因为这个刚刚讲的在合约的规范里面就应该有了。如果我们都靠警察，我想安尼咱可能无法度。或者拢有规定的，因为我头拄仔听到，迄代表你讲，连迄人的往生的要送出去，就不爱让吼，这是非常非常的离谱。所以因为砂石车弄到人，老实讲啦，因迄拢有联合起来。老实说，那个在谈那个和解赔偿的时候啊，咱嘛袂赢伊啦。所以只有靠自己。如果我们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会要求这个部分未来在砂石的疏浚的规范上面如何更要求它的落实。我想，如果需要从法令面或者其他的部分来做调整，我们会努力来做这个部分的改善。那接下来我们再开放乡亲，就是今天的还是很多哈，大家还是很想要发表意见。刚才呢，先对目前公告的开始好吗？好，亚雄请，等下问亚雄请哈。2014天下杂志所举办的发现故乡的味道，我们的8个学生打败了60几所学校，拿到第1名跟第3名。我们的孩子在为我们的故乡在做努力，我们的乡亲却在为了砂石车，为了这些老弱妇孺的安全在余力，每天的噪音，每天的空气污染，以及每天的速度奇快无比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我们村民的一个摧毁。昨天我们也看到新闻，东森电视台也有报道，我们这个路有来做修补的动作。之前更惨，之前几乎我1个礼拜可能会发现，不是小车祸就是大的重型机车，或者是一些跌倒，没有经过媒体披露的一些事件。在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说，就像主任刚讲的，我们有空污费，我们有几% 的空污费？是不是说我们乡下也有很多穷困的学生、偏远的学校，有的为了学费，有的为了营养午餐，为了许多的一些东西，在那边做困愁城。但是砂石车其实我们知道，它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我比较冒昧这么讲。但这么多的既得利益者之下，是不是说大家能够规划出一些有心帮我们这些学校，帮我们这些弱势，帮我们这些可怜的一些村民，不要再像我们梅董说的，我们在当次等公民，他们花了几千万、几亿来这边做观光，我们的村民也希望他带动我们的整个的未来的繁荣，却败在砂石车，而且这个砂石车是完全对我们无利，完全对我们没有什么利益可循，没有错。每年的地震、每年的台风、砂石这个部分是一定要清淤的，尤其是这么多的县府长官，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的居家安全。但至少，是不是说，在思考的角度，我们应该多为我们
要经过的村民多设想一些，或者是说我们该改21号道路，也不能放任司机他们说这边比较近，这边的时间比较近，这边比较好开，就好像一直肆虐我们，一直蹂躏我们。其实政府现在在执行力方面，真的我们的村民已经没有信心。你看那个欧巴桑啊，听了没信心，炸而已，讲我不爱听。那个没有信心，你说要怎么做没有信心？我觉得啊，还是要河川变道，真的河川变道。你河川变道做了以后，你要走5年几年都没关系，甚至我们大旗这边的顺便都可以清得很干净。所以说啊，我们河川局也要帮忙一下，看我们这一条做一个河川变道。刚才有听到说，是不是在国信村那个4公里也做变道？不行啊，你那边做变道，那我这边呢，还是要整条溪来做变道。你就枯水期做变道，到洪水期的时候，你连变道一起出掉，你看我们的沙石都可以清得干净，好，就不会说要疏浚又要砂石车的问题。其实要控制砂石车真的很难啊，很难。就是要不能让它来市区，就是。对，不能走过市区，你就走河川变道，很简单啦，河川变道很简单，你就就地就可以做了。哦，希望说在我们的干旱期的时候来疏浚。我徛后头把凳哭啦，跋倒，我要倒倒，他跌倒受伤了，开车绑链，年轻嘞绑链，慢慢拉起。我能够申请国赔吗？我说你别想，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你又没办法说你在这里弄坏的，因为你要来去讲的时候，也许你外面弄坏掉的、跌倒的、受伤的、车子问题的，很多都会告诉我。我就说都是因为砂石车的问题，要不然一条路都好好的，没有这些问题。知道今天要来，昨天还封路了，今天的路很漂亮，你们这些长官都可以去看。你要不要看之前的录影下来的片子？那片子是惨不忍睹。昨天封的好漂亮，我就说很早就要求你们洞帮我补起来，让我们能通行，也不肯。昨天来了，对，我们昨天有看到，你都补看看起来了。我们的村民多悲哀。因为前几次啦，好像都有跟我们仁爱公所做沟通嘛，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下文。你我插你，我插你，出是阮咧出，对不？路你来给我行，这种想法就不对，这种想法就不对。你看路多久你来补一次？路多久你补一次？之前有没有跟仁爱乡公所沟通？有吧？对，有没有来补？你请秘书你讲一下，有没有来补？没有啊。有没有？我们要求的，对不对？当初在沟通的时候跟你们要求，你们有没有做到？有没有？不是很满意，是没有做到。跟当初在讲的根本就没有做到。真的，我们这边的乡亲老一辈的人，我真的他在讲，我真的不敢出门。好，头拄眼也有讲到讲，其实初本去眼来的时间愈加补好的吼，愈看得到个羡慕汹涌嘛。不过眼记者1-2个礼拜前伊有来采访，不过眼来看一下乡亲伊能讲的也个状况。都带很用的，来看一下一个新闻方面。一座沙沙茶，一台接边一台隆隆滚的歌，北港村无安乐的一年又开始的。夜下拢6点人啦，以前都4点都开始啊。其他个人上海要上爱心。视察就是客厅要上爱心，太搞了要按脚就先好啦。虽然沙沙个茶具要穿心蒙错，要拿出一个良心，你都人咧解读头
人员上下唔好上架。过乡的乡民讲，北江海双节仁爱村动体清沙沙，拖拉骨潮湿潮水，体台21线，韩国街路风，小小群的歌，当然要向两隔壁的北江村最先受到影响。系啊，都安排去，看那人日去啊，会降了嘛，会降到日去。因为太危险了，有些老人家都看到砂石车就不敢出门。这个路一补再补，还是没有什么好。然后生意以像下雨天这样就好了，就是有积水的地方，就是他们开快会喷进来，然后客人也减少了很多。这样对你的生意大概可以掉多少？2、3成跑不掉。已经扮演过个的时间，居民的身份更合合的，套路万乃拢是不过价。将补好的路，莫到24点钟马上就立起，面当就亲像落灰袅袅的面。前后把沙沙工厂最好看的就是沙沙一扎，不过地包的消费成本、社会人民韩国国库的负担，係咩冇公道。我哋好多鄉親有看到吼，因為平常生活係安尼過，糊糊的路哦，其實像行路已經過危險的哦，韓國唔是講係器材嘅原因哦。其實剛剛我們都很多鄉親都講到說，希望整條溪都可以做河床便道，然後這樣子對他們是比較安全的。那請教一下總工，這是可能的嗎？我剛剛有位鄉親特別建議到枯水期哈，來做便道來疏浚，我想。如果是合符允許用地許可之下，這是一個可行的方式。一般在豐水期，因為颱風豪雨，洪水量比較大，也不適合。哦，這是一個我覺得是可行的哈，這是可行的。那剛剛聽過很多鄉親講到這個砂石車的問題啊，這個聽到也是非常的痛心吶哈，心有戚戚焉吶。事實上，各位看得到，我一開始我在這邊說明整個北港溪的環境啊，是非常的優雅，好，非常的美。我們今天進來都看不到砂石車，因為今天大概是休息了哈。如果我可以想象得到，因為我也知道砂石車一連串下來哈，剛剛在那邊有位鄉親，他說有露營，往返大概是一天是1200多輛左右啦。我大概算一下單趟了哈，1分鐘。大概一輛了，一分鐘有一台車，就是一天有12個小時的話，那這個非常恐怖，尤其經過我們國信鄉這個精華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哦，因為這個牽涉到上游的仁愛鄉跟下游國信鄉啊，我就建議哈，這個縣政府啊這邊應該要出來做一個妥適的一個協調啊，因為畢竟不管水保局的砂石也好，或者是未來我們河川局有允許的砂石也好。都是透過縣政府，那縣政府呢，應該對未來這個砂石的這個運輸量還有運輸的方式啊，要做一個適當的一個協調。好，謝謝。那球又丟回縣府這邊了，請處長回應。剛才總工的意思是說，縣政府有這個計劃去想要去做一個申請的動作，那我們必須要跟水利署這邊來申請。對。哦，我們必須要整個執行計劃，整個計劃送到署裡面去審查，好，同意之後，那當然我們在計劃的一個擬定的時候，我們就會去考量，哦，哪邊的會去調查，哪邊的部分可以去做施設這個便道，哦，比如說我們北港村可能這裡就有面臨一個瓶頸，比如說我們糯米橋這個位置，它是可能沒有空間可以去施設，它就面臨這樣的問題。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國信街道區這個部分。因為這個讓砂石車進到市區衝擊也是更大，哦，人口更密集。那所以，可是它在福興橋這個部分，它就有一個空間許可讓我們去施設這個便道。所以我們在今年這個的案子裡面，我們就利用這個福興橋這邊下游這邊一直施設，就避開了我們國信街道這個部分。所以鄉親希望的整個連起來，其實是有困難的，對不對？這個是一個想法啦，其實因為這條北港溪這邊的河湖寬度每個地方不太一樣啦，吼。好，謝謝。我哋下面還有鄉親想要發表嘅。人仁愛鄉這麼內山都有法度疏浚，咱國姓鄉哪會無法度疏浚？吼，因為我的工廠是佇獨基村的橋面呢啦，佇取了水災到即馬已經淹3擺水啊。啊，我逐年都有定情啦，只要水災到即馬，立委嘛在場，立委吼，阮5總的未過身的時，都攏有甲立委定情啊。
啊，所以讲拢讲拢无效啦，也毋捌疏浚过啦，吼啊，所以讲逐年都若风台像即届风台安尼吼，袂前袂倒，水就淹甲黄线桥的黄线啦。因为我78年买到即摆的时，我78年的时吼，阮买是阮的厝离溪底是算3楼悬啦，即久才剩1楼悬啦，啊，讲毋免疏浚啦。吼，啊，沙石仔拢飞伫两边，即摆你去看卖啊咧，两边若要有沙石仔吼，我工厂我家己牵啦，无要紧。落即个雨就无沙石啊，流了了啊啦。所以讲恁牵伫两边等于无用啦，无采工程费啦，吼，应该是爱疏浚啦。好，非常感谢乡亲最近对采梯的事情非常关心，按多年如何发表意见。刚刚呢，最后是不是请3位来宾也做个总结？我们就来总体的回应，针对大家其实很2个主要的就是疏浚还有砂石车的问题，是不是先请我们处长？不管是我想，不管是公所或者是县政府，或者是由我们署里面河川局这边来办理的疏浚案，当然对于交通冲击的部分都一定要来考量了，如何来严厉假使说非疏浚不可，那疏浚它一定要有对外的通路。当然，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造成我们当地交通上，对一般的通行的一个安全上，都有一个冲击相当大。这个部分一定要审慎来考量了。那像我们今年这部分，当然我们会可以施设便道部分，尽量要去把它施设便道。当然这个也是必须要记录到原来有的这个计划里面，那把这个交通冲击降到最低。当然我们县府部分，我们都一定会这样来处理。好，谢谢。那请委员。谢谢大家，希望问题可以解决。那这个部分也请我们水利署可以再审慎的研究更好的方案，因为像其他你说河川变道那个都需要，也是需要提出相关的计划。可是可以就现有的可以做一些调整或改善，或者应该长远。应该要确保这些民众安全的部分，我们希望水利署也可以主动来做一个通盘的考量。因为刚刚恁上清楚呢，当然关键户可能嘛需要做一下配合。好，谢谢。那接下来请总工。那我是也蛮赞成啊。刚刚有乡亲也提到，监视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好，没有多少钱，你可以沿线多架几个监视器，可以收集一些资料。那当然，最后可以做一个检讨。就由监视器这边呢，由这个画面，由这个数量，来说话。好，以上提供，谢谢。好，谢谢。也如迄今日的村民台飞，希望最近有可能多转去采梯乡亲，最少采梯乡亲，我感觉讲，迄好山好水的位数吼。感谢大家嘅建议，下来再飞。